我走了。好。你走了？不行。我不让你走。明天学校还有事儿呢，而且你有事儿要忙。我快做完了，你过来看。最后一段了，我想和你一起。这次的展销会，对我们都很重要。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刻，任何人、任何事儿都不能影响你的，包括我。蒋总，你要听话。可是你不在，我怕我睡不着。杯子太轻了，压不住我想你的心。林夕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事儿。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。女孩子呢，都是很容易被感动的，我也不例外。更何况，你又说这么好听的情话。我们再抱5分钟，5分钟之后，我离开，你去忙工作，不准留我。反正蒋正涵都已经拉到投资了，咱们把那50万还给夏林熙的妈妈不就好了吗？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然林夕早这么做了。亲妈呀！要是还钱还不行，就让蒋正涵给他点……算了，我妈不会答应的。你们想问什么就说吧。小希，你真的决定要出国了吗？那你接下来打算跟蒋正涵怎么办？异国恋。异国恋，小希，你真的知道异国恋对情侣的杀伤力有多大吗？交流变少，感情变淡，容易出轨，分手率更大。优点是，彼此会更加珍惜对方，更能检测彼此的感情是否经得起时间和距离的考验。但我坚信，异国恋可能会影响别人，但绝不会影响我跟蒋正涵的。小希，那既然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告诉蒋正涵呢？时机还没有成熟。怎么样才算时机成熟？难道真等上了飞机，你才发短信告诉他吗？小希，蒋正涵高3的时候消失了，你伤心了那么久，这次你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一下，想想咱们蒋总行吗？夏董事长。当时我瞒着蒋正涵跟我妈借钱，如果他知道，他肯定不会答应的。而现在，我已经跟我妈达成协议了，如果我言而无信，那以后蒋正涵他就更过不了我妈那关了。总之，你们答应我，不要告诉他，我找到机会跟他说就好了。